就在8月初一下晝，民農13早起見攤喺度白煙生，一台小貨車載緊白煙團到裝到國威所嘅白公廟，拜日搶神，有請記到到羅龍海順桂山鎮水頭嘅水神白公廟向下過生日。除了白公生以外，羅龍海順一帶棚嘅表嘅紙片，我開始綁叫無盼嘅紙河港形式。我哋傳統上，我哋會睇下那個前面的時節，每天呢時間，如果係做祭河神，一方面祭拜河神，希望河神河巴神保佑我哋，一方面保佑人平安，一方面保佑我哋農作物豐收。另外利用那機非常同做一個普渡。祭河港前那個河神，像幫忙講清涼送進地動不移的河土了，莫經用再講鴉片死了了，清涼天橋啊，莫比個再損害就少人的啦。第188歲在度，因為羅龍海河壩嗰套薄本體，河壩順嘅田落路都本水打造。13天企業主要公開水業，桂山鎮嘅熱水口亦向一邊打長槍。叫河上喐中人哋都啲一開放嘅就齊查生咩？佢一河路都佢嘢都夜過來咩？一擺啊！一桂山都嗰日嗰人咧，桂山都日數要旱田日1500公頃，係1500架吧？見一條村都咩啦？你冇水啊？他個連田橋冇水有樣啊！唔但將喺羅龍海水，民農鎮嘅主要河壩民農海水頭。上海天氣，行下看嚟到土色變下來，愈立體嘅情景。這土是平嘅咧，真係動落嚟，這大溝嘅水吼，衝一個你動過來，動到路，到恐怖。上海水頭鴉片呢，對面嘅山看嚟到山規則變下來，也係發生啲88歲仔嘅事件。不過因為鴉片呢，附近嘅無馬年代，故所多見係90年第一件事情。當時喺架設一條土上呢，變到一個上海地圖呢，變咗一個窩湖嘅。當一窩湖嘅變體下下呢，水面一條人可能都擋唔下。嗰個那個呢，溪谷啊呢，石頭沙個地，佢冇本水種嘅，而且都形成一個煙鎖湖。冇是煙鎖見到見太時間，喺下游嘅村莊都長滿蚊香。變咗嗰啲時間，我整個村莊都會滅黑了。當到土石，本河把水打到水面過後。造成嘅威脅行喺電源間，將離本山木嘅嘢嘅送風橋，竟然前日張完工，啲88歲仔時節，橋上嘅負壓被打壞，橋墩流曲，附近嘅屋嘅亦係當危險。呢條電池我喺度做呢嗬，冇，我主要住樓呢個插電嘢啦，幫我佢最近呢一滾咗，唔知係周家姐嚟。山上只要說它有石頭滾，比較大顆粒石頭滾下來的那些河川，你用堤防是沒有用的。名字沒有用了，只是說可能說撞一下，規模小時候沒有，規模大災害就出來。水頭都見按次差面，連吸失種嘅水面也疏開，民農海順都滿流覆區，啲8月初8暗部頭，水都見見到一面半暗高。差不多就8點開始熱水，熱到11點開始天熱推。兩升個股嘅，個大嘅像社會嚟問啊，也係講啊，民農介紹過去嘅主造下啲，你要差唔多一個平常嘅人物差唔多嘅熱點，兩嘅個嘅差唔多有熱到將近50公分左右。一擺又學無爽門嚟嘅，無果門嚟嘅水，青安尼學嘅啱下，啱個安尼插古都插古抄或者做嘅，無爽唔到，沖人哋都要爽多。嗰一分上衣啊！公門嚟啊！係公門嚟喂，睇水潮一低多。就民農採地媒體喺共產雜誌嘅統計，從1957年起始，民農半世紀來總共做嘅83太水，最近10年來做太水情形行下嚴重。伊天嘅當時政治啊，到一年總壇橋，做總壇橋以下嚟講，頭擺講不太水，都因此都睇所謂當時所謂個民農嘅油鋪嘅含有氣密上講嘅大嘅。都盡多而做博做到面下嘅隻味，河上叫技術政治，要一路做到共產黨嘅隻味。所以喺度博太水，我哋要發現，一太水都走到那個走到下莊一片，都共產黨頭前。所以年份係要過太省嘅，過太省嘅時候，河上叫馬上遇到技術變嘅異常，要開始在幹博一路做到一下目前嘅所看到嘅都有個用安橋嘅隻味。
吼，故说今年不太水也还在东门那一片，都东门北高市一带，所以俺们就发现哈，要年民农的不太水哦，其实明年还是因做太水，只是讲一不太水的时候才因走因变化。同时，多太水的位业当拄好的，又是位的水利署第7号船区正式的起划，故所日本又在几名年户，一次年也是做太水。啦，都照次数来讲，都特别民农当然都下摆要不太水，差不多平均用到10年要1摆。但问题是因为压最近10年啦，几乎每年都要有1摆。各位压最近10年同时嘛，喺河川叫睇民农鸦片做民农还政治哦，都用的时间台嘛，所以俺哋都考虑法也两件事情有关嘛。台北还是主要淹下游，现在下游不淹了，水就一直往上堵，堵到那中游、上游再淹了，这很荒谬。民农镇位于屏东平阳北部，北有民农山脉，南偏有罗龙海。民农海从东岸穿过，流入罗龙海。河北从东北向西南流，有4000公顷的良田，是南台湾的国草。民农平阳涵盖内陆系公开水准，其中竹嘅门梯排、中政府梯排、民农老福安梯排一条，涵盖负责全镇排水任务。水利署提出的3期。总共17亿元的综合治水计划度，因为要先加强一条梯排的功能。不过，一摆要先做本风土的总政府梯排，一方面唔係水量最多，同時要本地人家屋嘅來業記錄。另外，再做嘅向前則第一嘅手勢，大家都當欠。水利署第7號船區呢，按算啲南邊北港也做喺泰順橋嘅附近呢，一個發有6米、長有4米嘅涵孔。一個涵孔呢，我選擇次強嘅，拖總政府梯排嘅排水呢，引到民農海。唔過一個涵孔呢，日本次強嘅附近嘅居民呢，非常嘅反彈。點俾佢哦？早啲喺施工啊！入邊空山極家人工山呢，真係惡震呢！而家人老闆動咗嘛㗎啦？係農田，係改成咩農田？你講下，人哋嘅太陽嘅太壯嘅茶對啊個啊，人哋屋內啊。我有陣痛嘅人哋嘅感覺嘅。除了驚生命財產安全無保障，民農居民對工廠治水也無信心。所就算熱嘅本風土，香港落太熱，本風土出口嘅民農海水位，漲到比入水口還較高，唔但止冇辦法拖水排出去，電都還會多過做太水。它不但沒有想辦法降低美濃溪的水位。反而築堤防，堤防上面又再加一個擋水牆。那你這樣提高的話，那你中正無溪的水要怎麼排出去？根本就排不出去。在泰順橋還有雙峰街這邊的路面平均高大概達49以上。那雙峰街在美新街，它的路面高也達48.3以上。那比較低的地方是美新街跟中山街、中山路這個路面哈，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邊的水位，這個路面的一個高層，其實都高於美濃溪的一個10年、25年的一個水位，所以因此它其實沒有美濃溪的一個水位倒灌的一個情況哈。水政單位對於堤防，他們還是比較有信心的所以說他們認為，解決的方式能夠用堤防能夠一次解決。這樣的淹水的情勢發生，對於他們來講是比較快速的。不過，第7號船區喺當有心線嘅對居民保證本風土嘅必要性。就一項計劃，這項嘅本風土排放設計，就10年、25年防洪量作為標準。不過，很多年來，台灣嘅降雨量經常升高，民農13年來最大累積雨量差唔多超過200年嘅標準。故所還係用25年的防洪量作為標準，咁做得有效的排放，一本人爭議。這一次已經超過200年了，那都不淹水了。那個做了以後會更差嗎？那現在你的全球暖化完以後啊，這個整個降雨的降雨量啊，還有你的單位時間的這個洪流量啦，還有單位時間裡面的降雨量啦。等等呢，都有改變。第一個要檢討就是它的那個，它的設計的標準。第二個那個整個這個這個水位洪的水位勢必要再檢討，因為當時的設計這次跟當時的那個它採用的統計年限不一樣。另一方面，全球暖化下，
保育量增加众多，都見挑戰點各位數嘅防洪設施。那個88歲在過後，和平海、羅龍海一條南台灣主要嘅河壩，多嘢當到嘅土石，運河土變高，河壩變化，排水能力出現動態變化。天災也影響到民農一條水調體系嘅排放。學者就建議政府對治水觀念天災停定改變。目前正在新建的易淹水地区的这个防洪的设施都要重新停下脚步来重新思考。最主要现在河床啊已经堆积了非常高，河位增加了，有一些的堤防也遭受这次水灾里面破坏了，所以说建议这个水政单位，尤其水利署在易淹水地区能够去重新思考。在做分洪工程的人数，你表示他個犯罪啊！啲動態民意反彈壓力下，天氣河川局甚至提醒民眾，日航計劃希望停止，會影響到其他重要計劃。那半年裡面，大家可以提出解決辦法，好反映給政工所，反映給縣政府。那如果這個不做，這個不做了哈，這個不做，如果了哈，這個不做，怎麼講呢？還有什麼？我們很多經費就會被抽回去啊，被抽回去，經費被抽回去，然後重新檢討。水利署本地按說，啲總政府嘅水塔也就係民農客家文管嘅後背，講是了喺水入啲差唔多3.2公頃嘅推土項呢，做一個支防池，希望透過呢個支防池呢，增加總政府嘅支防能力。全民農水利署本地按說要做差唔多20公頃一樣嘅支防池，不過因為也擺自強分洪土嘅爭議呢，可能會影響到規則嘅支防池嘅計劃。因為本人看作治水根本嘅支防計劃，係安排啲民農綜合治水計劃嘅第2期、第3期，係講因為自強分洪土計劃來停停，聽說對民農影響動態。那如果這一次分洪不做的話，資金被抽回去，明年能不能做？我不能保證。對，有可能啦，因為全部要改啊，對不對？你這個計劃牽一髮動全身啊，這個計劃沒有了。其他計劃也不能動啊！是講也呢河川就在耍賴啦，都講因為佢推出嘅工廠都也工廠效益，還有也工廠可行性本民眾去反彈抗議之後，伊都將把都耍賴，都講講以前話都唔會做嘅。我講也唔係咧負責任嘅政府嘅態度啦。上游治水，下游蓄水，這樣的話就可以把這個洪水能夠的產生的災害減到最低。所以說，鄉親啊，跟水利單位啊，要一並去思考，尋求最大的利益了。你不要把罪過給我們啊，這個不是我的事啊。對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你們的罪過啊，你們都把責任推得很乾淨。除咗工廠本身的爭議，居民知道無老家的交通，可能行下去對面攀高到順免費，也冇辦法俾民眾相信的關鍵。在2次的公聽會取得大家有共識。後面啊，取得大家有共識，好，我們再來動工。第自強本洪土公堂飛度，就算天氣河川曲折，橋頭建設，使得民眾強勢過後過通工。不過公堂飛過後2禮拜，天氣河川曲還係啱啱通工，三亞初時行下進一步嘅衝突。很多年來，呢度公共議題都納入民眾討論。不過，呢度草堂費、順免費，實際本人證言係遭殃嘅天呢。將下擺啲民農，更加顯面地看得到，公部門老民眾差唔多係各行各業，當然有好嘅交通。居民都先入為主了啦，哈，我們沒有辦法說明。你看今天一個說明會只給我們10分鐘的說明，那10分鐘我們怎麼說明？明白河川區一開始嚟都講工廠，都講要做埋工廠們太較好嘛。但是冇講去做埋工廠，一分析本人談唔實，一方面個專業性，但是專業性不代表如講唔做唔得用一種個平民嘅語言去跟大家講嘛。荷蘭在治水雨水共生，他們也要用這一些的政府單位，也要跟民眾啊要有好幾千個小時，大家坐下來慢慢來，為了這個整個區域裡面的，他們都會坐下來。努力好好的，大家去思考，
否则的话，下次再来，那么民众怪政府，那政府说民众不配合。第二级的任务是美容溪主要流川。吃水当难，捞水恐下成法还较难。不过一摆嘅本风土正义，足你看得出问题太复杂。政府老居民要各有各嘅堅持，迄個冇辦法強逼嘅面對太刺激，講下基於嘅想法，老老實實傳出辦法。啲水順啲裝嘅面濃，將做啲技術做太水嘅攞出事。